香港成30度咁熱，咁點算啊？總要揾個地方避下暑㗎，係咪？咁啊避暑去邊度呢？梗係去非洲啦！識去避暑一定揀非洲啊！今次就會帶大家去到北非2個國家，包括係摩洛哥以及係突尼西亞，總共係16日，我哋一齊去避下暑啦！馬上去片啦！全程使用 OPPO 手機同埋美圖秀秀剪影製作。今次要挑戰嘅兩隻係齊齊玩假期，情迷摩洛哥、突尼西亞16天團啊！老規矩，我哋先睇行程，後作介紹。你話咁奇怪嘅行程，有摩洛哥又突尼西亞一齊玩嘅行程，梗係由齊齊玩假期去設計噶啦。冇錯啊，大家估得一啲都冇錯。呢個團隊亦都係齊齊玩假期嘅第一團，冇錯。我亦都係打首團嚟摩洛哥同埋突尼西亞咯。咁啊嚟緊嘅行程呢，好似話淨係得摩洛哥就冇咗突尼西亞一齊玩啦。而當中16日嘅行程嚟講嘅話，摩洛哥佔咗12日嘅行程，然之後另外嗰4日呢，就係突尼西亞同埋飛機翻嚟香港咯。相信好多人都唔知道摩洛哥同埋突尼西亞喺邊噶啦，唔緊要啊，攞地球出嚟同大家慢慢講啊。咁我哋今次嘅目的地係非洲啊！非洲即係邊度啊？非洲咪即係歐洲對落咯。咁我哋今次呢係會由香港出發，乘坐航班飛到過去杜拜，然之後杜拜再轉機飛往摩洛哥大城市嘅其中一個叫做卡薩布蘭卡。我哋環圈子咧有個簡稱嘅叫做卡薩咯，咁我哋會由卡薩入境，然之後沿住個海邊玩，然之後再兜過去馬拉喀什，然之後再鏟過去東北邊，亦都係叫做西撒哈拉沙漠嗰度，然之後再兜翻過去卡薩，然之後再飛過去突尼西亞咯。咁我哋16日行程嚟講嘅話咧，頭嗰12日咧最主要都係玩摩洛哥，然之後後面嗰幾日咧就會玩個突尼西亞啦。始終突尼西亞就唔係咩大國家嚟嘅，係一個細地方，所以我哋都係留咗4日時間喺呢個國家嘅啫，然之後就飛翻香港結束呢個行程啦。去非洲之前有咩事前準備呢？冇錯啊，就係要過嚟揼下骨仔先啦。講下笑啫，咁啊呢度係深水埗嘅北河街啦。咁我哋行多幾步就會去到鴨寮街噶啦。講真，你話呢個年代咩最重要？梗係上網最重要啦。咁我哋亦都可以喺鴨寮街度買到一卡2個國家用到嘅閃卡咯。當然啦，如果你追求上網快嘅話呢，你去到當地買都冇問題嘅。而當地嘅插頭呢，係用呢隻歐洲2元腳噶。當地嘅貨幣叫做摩洛哥迪拉姆啊，基本上喺香港揾唔到噶啦，你可以帶美元或者帶歐元過嚟呢邊換咯。記住啦，當地嘅迪拉姆呢係唔可以帶出境嘅，咁啊換言之嚟講嘅話係有入冇出噶。講完事前準備之後啦，係時候講翻班機先啦。我哋會乘坐呢班姨媽島航空公司噶。點解叫做姨媽島航空公司呢？話說今團想換個窗口位俾個客坐啫嚇，俾個地球組長係咁鬧啊陰公啊！算啦，你姨媽島唔怪你嘅嚇。咁我哋會乘坐係姨媽島航空公司 EK381 香港飛去杜拜嗰班機噶。見唔見到啊？係空中巴士 A38088型號啊！最具代表性嘅，梗係佢條樓梯啦，由1樓通上2樓嗰度啊嘛。而我作為一個打工仔，梗係坐翻1樓經濟艙啦。咁佢嘅佈局嚟講話係343噶。中東三寶嗰樣係名不虛傳啦。咁啊會準備呢個枕頭啦、毛巾啦同埋耳機俾你噶。而機上娛樂系統咧都係有嘅，咁啊大家可以睇翻你自己中意睇啲咩啦。好似我咁樣點咗套哈利波特嚟睇啊，然之後咁去語言設定嗰度啦，竟然見到得日文冇中文喎，有冇搞錯啊？連日文都有嘅情況下，中文竟然冇，唉唔睇啊！香港飛杜拜嘅時間咧，大概係8個鐘頭咁上下啦。咁啊飛機上面咧會準備2餐俾你食噶，第一餐係一個包，然之後再加個生果啦。第二餐嘅話有粥啦，都唔錯啦，係咪？杜拜同香港相差4個鐘頭嘅時差噶，到達杜拜嘅時間咧係早上嘅4點半鐘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喺杜拜食完早餐之後呢，就要繼續起飛過去摩洛哥噶咯。咁我哋會乘坐 EK751 杜拜飛去摩洛哥嘅卡薩布蘭卡嗰度啦。乘坐嘅客機呢，依然係空中巴士 A38088型號嘅飛機嚟噶。由杜拜飛去摩洛哥嘅時間呢，大概都係8個鐘頭咁上下啦。而飛機上面呢，都係有2餐安排嘅。我感覺啊，佢嘅午餐呢係豐富少少噶。原來我偶像陳百強為何偏偏你嗰首歌啊，佢嘅英文叫做 Only Love You 啊。經歷咗8個鐘頭嘅旅程之後呢，我哋終於到達摩洛哥噶啦。頭先同大家講過，有免費嘅SIM卡可以攞到，喺邊度攞呢？就喺行李輸送帶嘅後面呢一度。記住呢3間鋪頭就可以攞到免費嘅SIM卡。記住係1個護照攞1張SIM卡啊！當然啦，免費嘅SIM卡流量係有限嘅，但係你話用半日文字呢係冇問題噶。我哋呢團一行26位貴賓，乘坐48座豪華旅遊大巴。雖然係去到摩洛哥咋，但我哋齊齊玩假期呢，亦都係揾到一位粵語導遊啊！換而言之，我呢團又收得工啦，真係開心啊！哇，終於嚟到非洲啦！呢度就係非洲啦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係非洲啊！我哋第一個行程呢，就會去到馬麥海濱大道嘅，咁啊喺呢邊嚟講嘅話就係面對住大西洋啦，冇錯啊！如果你成功係游過對岸嘅話，你就會到達美國噶啦，係咪好開心呢？所以亦都叫做馬麥海濱大道咯。
原來摩洛哥隔籬咧就係撒哈拉沙漠啦，而撒哈拉沙漠咧亦都係吸收咗空氣入邊嘅水分啊，所以咧摩洛哥呢邊咧大部分時間啦都係晴天噶，因為啲雲嘅濕氣咧全部俾個沙漠吸走晒啊，所以呢邊影相咧個天空係特別藍噶。而我哋呢團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彩，竟然見到摩洛哥嘅多雲天氣啊，去買六合彩啦。同埋依家嘅天氣咧非常之舒服，大概係廿零度咁上下啦，真係攞嚟避暑一流啊！話咁快，我哋去咗第二個景點啦，叫做里克咖啡館，亦都係攞嚟拍電影嗰個咖啡館咧，好出名噶嘛，係咪？我相信大家咧，好多人對摩洛哥嘅印象咧，都係停留喺呢間咖啡館啊嘛。咁呢度咧係當地嘅一間餐廳嚟嘅，咁入邊都係高消費啦。咁啊喺出邊咧可以影個相、打個卡都冇問題噶。見唔見到呢邊啊？放晴嘅話咧，真係非常之靚啊！再加上非洲嘅椰子樹咧，成件事真係好特別啊！好啦，我哋繼續落，就會去到穆罕默德五世廣場啦。見唔見到好多鴿子啊？而呢邊咧亦都好多原居民去撩你影相嘅，咁啊當然啦，同佢影相嘅話係需要俾小費噶。而呢個廣場最大嘅一個特色咧就係好多鴿啦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真係超級多啊！比尖沙咀咧星光大道嗰度咧多唔知 M 倍咁多啊！而呢個地方咧除咗有鴿之外咧，上面仲有好多海鷗啊，因為佢亦都係一個海邊城市啦，成個感覺咧係非常之好，非常之舒服噶。我哋大家差唔多坐咗成20個鐘頭飛機咧，相信大家都攰噶啦，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早啲休息啦。咁我哋去到餐廳食完飯咧就翻酒店噶啦。咁啊，我哋今餐係食咩飯呢？冇錯，亦都係食西餐啊。而佢哋呢邊嘅西餐咧，亦都係分做3道菜嘅，包括係前湯啦、主菜啦同埋甜品噶。首先上嚟嘅係寂寞的前湯啊。點解叫做寂寞的前湯呢？因為真係淡而無味啊，飲咗個寂寞出嚟嘅陰公。而我哋嘅主菜咧就係摩洛哥嘅柴雞啦，冇錯，真係柴到唔柴啊！你話成餐飯最正常嘅話就係呢個焦糖布丁啦，可能係叫做現成嘢咧嚇，比較有水準少少啦。好啦，我哋食完飯嘅時間大概係5點零6點鐘咁上下啦，然之後我哋就會翻酒店噶啦。呢一間咧亦都係我哋第一晚住到嘅酒店啊。而我哋嘅行程咧大部分時間都係會住翻5星級酒店噶，咁啊當然啦，同我哋大陸嘅5星級酒店咧係冇得比噶。大家睇到啦，正正常常嘅一間酒店咯，但係我只不過可以話俾你知，喺非洲嚟講嘅話算唔錯噶啦。同埋有一樣嘢注意嘅地方喎，非洲呢邊咧唔係用 G 樓嘅喎，係用0樓嘅喎，好得意嘅喎。如果跟埋時差嘅話咧，今日真係差唔多捱咗成30個鐘頭噶啦，真係陰功啊！係時候幫我自己賣下廣告啦。咁啊嚟緊8月28號，我哋齊齊玩假期，亦都有呢個動物大遷徙非洲肯尼亞10天團，亦都係我打手團啦。我哋呢個團隊咧會入到去嗰啲國家公園嗰度咧，係會用越野車，大概係6個人、7個人一架車啦，然之後再去追蹤動物咯。原來呢個年代咧揾動物係非常之簡單嘅啦，啲動物咧本身上面已經係綁晒啲 GPS 啲定位信號噶啦，咁我哋只需要跟住個定位去揾到啲動物就 OK 噶啦。出邊嘅非洲動物大遷徙嘅行程咧，喐啲唔埋咧就收你5、6萬嘅，咁我哋齊齊玩假期咧係非常之有良心嘅，都係做緊39,999蚊啫。記住啊，出邊係8日，我哋仲要係10日咧，老細。喺度亦都要感謝咁多位老細支持我嘅9月15號南北疆15天團啦，咁啊呢個團成個團不特止已經係收滿晒噶啦。再一次喺度多謝咁多位老細嘅支持啊！咁我哋個團隊會由香港出發，然之後去到深圳，深圳坐直航機去到喀什，亦即係由新疆嘅南面玩起，然之後一直玩到過獨庫公路，然之後再穿過天山山脈去到北疆，然之後再鏟上阿拉薩地區。咁我哋呢個團隊亦都會住翻喺禾木村嗰度噶，可以話係市面上秋天最全面嘅一個南北疆咯。但係你話呢個團隊收滿晒，點解會再講呢？嚇？咁啊呢個團可能會出 B 團都唔出奇嘅，咁啊都要睇翻老闆嘅安排啦。因為始終呢個團反應係非常之熱烈啦。咁我哋9月15號嘅團隊今日5月份咧已經係收滿晒噶啦。咁啊嚟緊應該會加開 B 團嘅，大家記住報名啦。而呢個團嘅收費係咩價錢先嚇？咁啊做緊23999，亦都係一個叫做非常之平嘅南北疆15天金秋團隊咯。如果你話平嘅話呢，其實我哋做歐洲線呢真係好平噶。例如呢隻8月份出發嘅巴爾幹半島11天團啦，我哋做緊19,999啫。我哋總共會玩到4個國家，包括係塞爾維亞、阿爾巴尼亞、黑山同埋波克噶。而我哋齊齊玩設計路線嘅特點呢，通常都係冇自費，一次過同你包晒所有嘢噶啦。出邊嘅叫做自費行程，我哋齊齊玩呢亦都係全部有齊噶啦。主打一個令你安心放心一齊旅遊咯。記住啦，想攞到更多旅行團資料呢，記住喺留言區度打我想去旅行，我就會 send 條 link 俾你噶啦，或者你掃描我哋下面嗰個 QR code 就可以入到我哋群組，了解到更多嘅唔同旅遊資訊咯。我係你嘅香港水果導遊小豆子，關注我，帶走遍大江南北。